好，就是大格局已经碰到这个15分线等级的 breaker 了，所以我就切进去1分线里面。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从现在开始，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开始 tape reading 这样子。所以你看哦，价格这样子碰到，对不对？价格有没有看1、2、3这根这样子碰到，然后这根绿色 K 它上去，对不对？这根上去，它没有把这1、2、3这3根这个开盘价，这是要一起看的，1、2、3这3根，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OB。你接下来再看这根上去一下，然后再来就是这根有没有？这根黑色 K 这样下来，你有没有看到这根绿色它有突破，但是它是一个 inside bar， 所以它不算。那我们就继续看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？有没有看到这里？这个是什么？大家再说一下这里。对，这个是 FEG。OK 哈。大家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啊，这种很简单的东西，我们就继续等9:48，再2分钟就会进去 macro。所以你们在 tape reading 的时候，就是要这样子，然后回来到我们昨天说的那2条线，